堂弟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咱来看词典顶头安怎教吼。讲起来真歹势，我这是录第3摆吼，是拢失败，请大家小包涵一下，因为我无介绍这个 interface。我即马所查这是大理大词典，这本词典其实足值得甲各位介绍吼，因为这是一本足好的词典。但是今仔日咱主要毋是要介绍这个词典，咱会晓用就好。咱来看词典顶头安怎教讲这个堂弟要安怎讲。我是用拄则吼，你有看咧？我是用接白这两字吼来去这两个汉字来查。你看吼，接白、接白、接父甲伯父吼，接白、接伯母姨吼，什么意思呢？老母会将姊妹，接伯母舅，老母会将兄弟。接伯姊妹、接伯兄、接伯兄弟吼，咱讲堂兄弟就是接伯兄弟，接伯小妹、接伯小弟、接伯大姊、接伯大兄，所以堂兄弟就是安尼讲诶。堂弟是接伯小弟，堂哥是接伯大兄。我令你来小来研究一下，什么叫做接伯母姨、接伯母舅。一般咱是拢讲母舅啦，吼，就是阿舅嘛，就是讲阿姨嘛。我第一道看来就接伯母姨。所以堂弟吼，就是安尼讲，接伯小弟。咱来详细看一下，咱若表弟咧。其实表小弟嘛，吼，大家可能拢知影。伫遮我特别要来甲各位小提醒一下，就是讲，咱写做表弟，吼，表弟，其实即个音是读做表弟，吼，毋是读做表弟。表小弟是安尼读无毋对，但是呢，这是读做表弟。咱来看一下词典顶头安怎记啊，吼，直接来看。表小弟，吼，表弟。为什么我讲这音无共？台语大词典当然就是用日本音去漂音，所以你爱对50音也有识，你知我都通去甲念出来吼。但是无识嘛，袂要紧，咱用看着，大家小摇一下嘛吼。这个地吼，你看这个地的漂音和这个 D 的漂音有差对无？这是 A， 这是 E， 所以表弟。其实我嘛是今日才学到啦吼，今日我对这个台语大词典才学到讲，原来写做表弟吼，读做表弟，表小弟读做表小弟的弟。这是表兄吼，表大兄表兄，做兄，表大兄和表兄就拢读做兄吼。OK， 所以今仔日教到遮吼，表兄弟吼，教到遮表兄弟、接伯兄弟要安怎叫？我今仔日其实有一个感想吼，这感想就深，就是讲，因为有文字，所以你的语言会搁较有自信吼。譬如讲，包括我，较早我拢毋知影讲要读做表弟，但是我今仔日就自信，我就读做表弟，因为词典是安尼教。所以呢，这是最重要，就是讲一个语言会当文字化，这个语言才有这个自信吼。这个语言若无文字，其实足脆弱的吼，随时都可能会消失去。有文字，伊传承会搁较有自信，传承会搁较顺利，传承会搁较扩大。所以文字对一个语言来讲是足重要的。为什么讲伫学校你爱学这个语言，爱学这个语言，爱学写，
毋是干那学讲诶，爱学写，爱甲你诶语言甲文理化。希望大家支持感谢今仔日收听录第3摆，录到即嘛是佫哩哩啦啦。好，感谢，落来。